因為恭喜你上個禮拜啱啱出咗本新書，回到1976香港中學生漫畫度。係啦，咁啊呢本新書算唔算係你嘅自傳咁樣？嚴格嚟講或者半自傳啦，都可以當係嘅嚇。即係其實都係想保留一啲香港流行文化嘅一啲資訊，咁不過係透過我嘅角度去睇嘅。其實老師你都係一個大前輩。冇咁講嚇，我年紀大係真。唔好咁樣覺得。係啦，咁啊其實你見證住香港動畫嘅萌芽去到發展，去到依家數碼轉型嘅過程。其實頭先你都講緊蔡老佬漫畫其實叫做係變咗一個歷史啦。係啦，咁都已經絕無僅有嘅時候。咁回望翻呢一段漫長嘅創作路，你覺得其實香港動畫最獨一無二嘅靈魂或者特色係啲咩咧？其實一路我都覺得即係動畫呢個媒體係可以發揮得好多可能性嘅一個媒體啦，可以咁講啦。咁即係包括點解我選擇做動畫。咁所以即係其實我自己覺得香港動畫最重要嘅都係嗰個創意啦，係嚟自我哋嘅文化背景啦，同埋我哋嘅整體一個教育嘅方式，或者我哋係作為一個國際都市咧，我哋可以睇到全世界最好嘅嘢啦。咁使到即係慢慢咁形成咗一種香港創作嘅特色咯。技術嘅變化係唔緊要嘅嚇，最緊要都係創意嚇。以前資源相對冇咁多嘅年代啊，你依然堅持創作同埋推動本地動畫文化，有乜嘢係可以令到你有呢個動力去堅持落去？我都係一個興趣咯，即係其實做嘢，我覺得做所有嘅創作，你都係一個過程啦。個過程可能係好沉悶，或者係可能係好辛苦，或者咁講。咁但係即係尤其是動畫啦嚇。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呢樣嘢唔緊要咯，最緊要就話你有創作嘅心意，同埋當一個作品完成咗，你會好開心。咁之前嘅辛苦你都唔會計較嘅嚇。好喺呢幾年啦，見到新一代嘅香港動畫師同學不斷咁樣崛起啦，用全新嘅視覺喺國際舞台上面發光發亮。即係譬如啱啱早幾年攞咗獎嘅世外啦，係啦。咁啊，有冇啲乜寄語啊，去同佢哋講呢？我其實即係嗰個發展或者嗰個成績唔係一朝一夕嘅事啦。咁我覺得冇嘢嘅，即係。點解要堅持？其實一路都係大家都係有嗰個心去做一啲好嘅動畫，喺一個相對嚟講係唔容易嘅環境嚇。無論喺個資源方面啦，喺嗰個市場方面啊，好多嘢都係好，即係香港嚟講係好貧乏嘅。咁但係因為嗰個興趣，亦都大家有一個野心去做一啲真係可以代表到自己嘅創作，所以先至有咁嘅作品出現咯。係需要時間㗎啦嚇。咁啊喺2022年啦，你哋出咗一本書啦，《香港動畫新人類》。當中書裏面介紹咗18個製作單位啦。其實依家咁多新嘅動畫師出現咗啦，即係譬如世外啦都係。咁會唔會諗住出第二本啊？冇咁快，世外嗰度已經介紹咗啦，世外嗰本書已經有㗎啦。其實即係香港好細嘅啫嚇，所以18個已經係最精英嗰班嚟嘅。咁所以暫時唔會咯。OK，最後一個問題啦。隨住呢個 AI 技術同呢個新媒體急速發展啦，其實動畫嘅創作方面不斷咁樣被顛覆、被更改啦。你覺得未來嘅動畫人可以點樣喺呢個科技創新同埋呢個受作溫度之間取一個平衡點呢？我覺得即係其實唔係一個大問題，即係喺依家可能咁啱呢個階段係 AI 好普及，亦都好有趣。咁所以大家好關注呢樣嘢。我對我眼中嚟睇 AI 一個好好嘅工具，好好嘅新嘅技術。咁其實去到尾，所有嘅創作都係由人開始啦。咁你有一個好嘅創作，然後揾一個適合嘅工具去配合你去做一個作品咯。咁呢樣嘢係一個唔會改變嘅一個製作方式咯。即係我唔會相信係你一個完全唔識動畫、完全唔識美術嘅人係可以單靠 AI 去做到一個好好嘅作品，我係唔相信呢件事咯，所以冇問題。好，咁啊，多謝老 Sir 抽少少時間俾我哋做訪問啦。比較趕今日。OK，好，多謝。多謝你，我哋亦都繼續支持呢個香港動畫。好，多謝。唔該晒。